我们捐款，我们不会讲话。规日帮啊挂电话尾，袂输台南市的地动拢伊救的。太假、肮脏、猥琐，我肯定行政院长甲赖总统等去照顾灾民，唔好挂电话尾，逐工去遐翕相啊！拢总你咧破 FB， 你嘛多好咯。好。那个，麻烦各党团干部处理一下，我们现在休息10分钟。